牙不分党派，今天就是改变的日子，让我们一起携手维护牙齿的未来。以热门政治电视剧《人选之人》发想，将剧情改编成清气喙齿的重要性。来回刷10下，还不能太用力，会伤到发廊。我是很缺这颗牙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真的很缺那一颗。这次微电影由台南市联丹高中的学生主导主演，提下今年台南市齿科医生公会所举办的洁牙观摩微电影金牌。那比较跳脱一般小朋友以往的洁牙的微电影比赛，所以我们连大人看了都觉得这个剧本非常的有趣。那负责编剧还有导演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卫生组长，所以他就是自导自编，然后小朋友的演出也没有先经过事先训练，都是现场直接演出直接修，然后小朋友也会觉得参与这次的演出非常的有趣。台南市齿科医生公会表示，因为以前活动拢是透过线顶举办，今年已经是第4届，各校的创意也愈来愈多。希望借此将喙腔健康观念向下扎根。那这次呢，第4届的比赛呢，应该是最后一届，因为我们之后疫情已经减缓，我们逐渐要恢复正常的生活，然后也要开始步入正常的一个洁牙的教学。那很感谢这次参加比赛的学校，尤其是联潭国中小获得了不错的佳绩，要代表我们台南市的国中小去参加那个全国的比赛。台南市教育局也感谢齿科医生公会，和学生以影像甲海报的方式，学习喙腔健康议题的重要性，同时提供学生激发创意甲表演舞台，非常具有教育意义。台南新民社会采访报道。请爱惜它。